業主狂劈420萬啊！143平方4房設計啊，客廳40平方，露台11.4個方。A 房間8.6個平方 ，B 房19平方，套間設計主人房。C 房間12.2平方。D 房間14.9個平方。客廁5.3個平方，廚房7.3個平方。想執樓成功，留言3個6，直接 WhatsApp 我，教你點樣揀。